台东的沙仑溪溪水涨起来，水淹到车路，造成大王村的人家厝淹水。南回公路也有崩山，往回台东甲屏东捌受到阻碍。另外，武连家甲的连外道路路基落落去，目前封锁起来。也那大埔渔港甲富山河溪区有真侪水流查。走山啦！就伫工程车头前山坎向放落，土石大面积连落，路就连续倒落去，路都淹去。公务局的人员先把我们车子挡住，等了大概不到1分钟，整个山坡地就整个往下，土石流就往下冲了。向放落伫车站下晡2点外，罗线市加南回公路外伊屯路段，意外看到惊险场面，也互南回登去，台东往返屏东路未通。大雨路边线，台东的沙仑溪也变甲正路个串流，那土石冲向路边，像海东车、各有客机也受灾殃。我们家已经被淹水了，那个东西也都坏掉了。我媳妇早上会提起来就哭，说没关系，我们再努力就好了。讲到后天，大王村山区灾民虽然是前几天已经紧闭撤离，但过未放心厝内，就惊损失惨重，也希望政府加协助。目前各区域已经进驻抢修，初步已经得到控制。日本温泉区的电路桥卡甲款因为大水后发生土石流冲起木龟溪，也紧急管制。刚那个土石流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很大，上游坍方啊。武林街头头前永宁路大面积消失，路基放6个扩大，溪水不定溢流，新隆湿地也淹去。已经先拉2边封锁线。强大雨势也雨水流查，从这边港区、富康渔港有南山的大埔渔港规片拢是，三湾海水浴场沙坡加富港河溪区也拢是。漂移木多，它就是撞击到那个我们故意的那个车体费。绿岛淡水东会超市街空，无两种都装饰，无法度补回，生鲜物资拄到欠缺的问题，都要单纯运过来。仓储就是因为乡公所没有承租给我们，所以那边没办法放库存。风台山火尔对台东影响真大，为交通环境、民生经济、居住安全各方面拢受严重的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